台东县美丽湾度假村的 BOT 案已经完20多档啊！伫咧2021年，县府开6亿外对业者的处理被断去，规划要委托民间来经营文教基地。今年由一间饭店的业者摕到经营权。不过，这文教基地设施的规划嘛，包括着大的空间，所以就全团咧烦恼讲，度假村是换一个方式继续开落去。 3年前，台东县政府开6.29亿8段，这嘛放伫咧营业三环美丽湾度假村，正伫咧整理，这个月就要办东龙音乐节。因过其实县府以出产法广告招商，要活化县有的财产，为外经营这文教基地。今年初已经点交予一间饭店业者摕到42年的经营权，这个月要签约。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规划成文教设施，那将来这边会做一个教育训练的多功能基地，那会提供一些课程。 做一些相关训练或是展演、展览的相关活动，都会在这边举办。那可以住宿吗？我们没有提供所谓的旅馆住宿。县府讲，委华招商即家针对美丽湾建筑物，若要大，即个限定将是教育训练必要的学员，加教练需要的大，而且限定总楼板面积上最40派空间，所以袂是饭店的经营形态。但是全团认为。 美丽湾的房间数有120多间，已经占楼地板面积的34%。等于是房间全部拢会当提供住宿，文教设施只是暗号，各种团体拢会当申请来做教育训练，并且大。讲到底，如果变作是度假村，还是摆脱不了它是度假村饭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。那我觉得县府它这种用文教设施的做法规避环评呢，其实是。 一个行政滥权哈。县府强调，会严格审查业者的各种活动，拢要符合文教规范。以后的收益估计超过6亿，并经8大损失。而且也会继续开放海沙堡停车场做公共使用，游泳池也会屯边。严过全团讲，好不容易开20年，为了要保护海洋、抗争成功，停止美丽湾开发，怎么如果要开发变做度假村，无排除会继续发动抗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